上该是希望到最后，你再多的金钱，英国女王呢，转去的时阵，听讲剩有几十亿的珠宝啦，伊敢有大去？你会知影无大去？他会知影无？有影啦，有啦，早袂去啦。咱身躯边，我们就视线的，咱的先人啊，咱是大人，咱阿公阿嬷，伊放这财产落来，伊嘛拢无甲咱早去，迄个早袂去。咱即马就是知影这个道理了后，要安怎一方面后天，一方面先天。先天就是讲咧，咱求道的时阵，伫武定理天已经开互你呀。所以讲咧，咱钱爱欠，台币爱欠，但是功德财嘛爱欠，正反并行。所以讲咧，咱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篮，你一定爱记一篮。这是咱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彭博士呢，伊还未求道的时阵，就拢休息啦，就上班来上班，就休困就休困，就来休息。当伊得到道了后，经过专业教育，伊启发鸡蛋不能放在同一篮。那么伫咱修道15条法规，为什么有重情轻犯？因为先天是阴阳不变，万年久远；后天伊是咱生到死的造业，当然嘛袂当无钱啦，嘛袂当无厝通徛啦，当然咧要安怎安顿，那其实咱伫先天这个区块，我们在阶段性的能够加强的，一定要加强，因为行人世间千条路万条路，唯有修行不过命。咱正所拜的诸佛菩萨，拢是过去的修行人。各位先生，敢是安尼？敢有讲伊做好囝了后死，咱甲拜？敢有？没有啦。你像王永庆，敢有人咧甲拜？有来有到的啦。但是咧，伊若学咱这个观世音菩萨，伊是妙善公子，但是伊死了后，敢有人甲拜？迄个济啊，因为伊付出济，相对到最后反弹回来的就多。所以伫咱的人生好甲歹呢，其实最后拢会回归到咱的身躯。各位先生，敢是安尼？敢是？是。好，所以讲咧，咱天什么时阵考验考过咱年年，什么时阵练过年年？伫这个当中咧。考验的当中，就是要增加咱的回效。有当时咱的耐性无好，所以讲咧，有一寡考验，就是咧历练你的耐性。真无说，就足无用，定定讲爱去度人，定定讲爱去讽刺，定定讲爱去研究道理，定定讲爱去学礼节，实在有够烦的。各位先生。是这样吗？当然修行法道呢，我们尽心尽力的有的时阵，我们一定要为自己打造你未来的家。当然后天若袂拄好，当然那个可以伸缩的只是讲会使的话呢，咱一定爱以先天为用，会当啦爱听好我无讲恁袂使趁钱所以讲咧，伫这个所在，其实是要练咱的回效。因为一个人的耐心是爱靠练来的。当着了后，佫有真理的启发的有影，我无去练袂使，因为我轻轻飘去线路中练出烟。即马越较久，越较久当会发生地，就代表你的心境有提升嘛，敢是安尼？真干是咱手较一个，我就爱气甲要死去，即马有来会较久的。安尼。一段咧，让你的心境提升。其实你意境提升，就是练就你的所以讲咧启发，所以讲咧咱有班爱研究，无班家己爱自习。那么起码咧有线上咧，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学习。所以讲咧，这拢是互咱成就的因缘。因为要开辟个地位，你必定爱多听、多闻、多看、多学习。所以讲咧，用你万二修万道的笃定当中咧，用根基扎得更稳，你会愈行愈稳咯。所以讲咧，咱来看迄个强者，强者留无定啦。迄位强者第一，
做囡仔捌代志，做囡仔了后坎坎坷坷嘛。哦，但是呢，伊伫坎坎坷坷的时阵，慢慢体会，要安怎调摄着家己，调整着家己，除了智慧上升以之外，伊愈来愈稳啊。哦，所以讲伊咧处理代志，那么呢更稳、更扎实、更稳，袂亲像讲吼安尼直接着就对啦，不会这样的哦。啊，相信呢，咱若了有年纪的呢，应该就会体会到这一点。哦，所以讲呢，伫修行部分嘛是安尼。那么呢，为什么要互咱根基扎底定稳？就是要互咱接引敬道的佛祖。你要度人做佛家己，无做佛的条件，那你是要安怎度？要安怎引导人的心？所以我们造就自己无非嘛，就是要互咱成就遗嘱外，容易更有智慧。哦，那么呢，去摄受所有的兄弟姐妹，要咱做伙呢来修行。所以讲呢，第二点，人生应忠义奋斗及义务垂青，哦，达到飞龙在天。哦，当然飞龙在天呢，也就是讲咱的人生际遇，伫真好的阶段，有可能啊，你是大头家啦，哦，你是董事长啦，你是总经理啦，哦你是伫咱国家真重要的官员啦，哦，那么呢，这伫咱的人生来讲，叫做飞龙在天，哦，就是咱人生最高赞哦的迄个成就，哦，那么呢达到飞龙在天了后，要安怎立于不败之地？有人感觉爬足悬叫摔落来，敢有？有啦，这个意思就是讲。你飞龙在天，你爱立于不败，就是讲我爱守住。这有条件呢。毋茫是讲我即摆安尼用做总统的时阵了看卖进总统啦，着啦，袂拄好人甲会批评。你总统你甲看卖烧到臭大，但是安尼袂使安尼做嘛。因为呢，咱更加爱去稳定，所以你若如果呢无好势的时阵，你就会一败涂地。所以讲呢，要立于不败之地，一意显宗，而不低于犯大错误。栽大根头，甚至身败名裂，落得亢龙有悔的下场。那么呢，要安怎努力会当做到安尼？咱伫后壁呢，大家较去做伙研究。那么呢，乾坤罗中间或许呢依着咱伫即个民国27年呢，老母娘呢有名入罗会。那么即个罗会即个罗会呢，也就是咱师尊兴办罗会，就是咧培养着人才。所以讲呢，咱伫道中咧成就讲书文德讲三宝，伫道中的道家，敢爱学习？爱啦那当然过去要栽培即个人才伫罗会，迄是听讲入班入来是1个月、2个月、3个月，交出来拢无联络的，失去了着迄个联络。伫内底呢，有伫即个罗会，听讲嘛，有当时阴暗时啊，袂使去的，安尼敢有掂？有啊，先佛伫遐咧，甲咱历练，不断的锻造，就是要成就一个道场的供养。所以讲伫这个罗会了呢，为着灵命，为呢，就会当做人才，到处开放去签到，伊唔当法度。因为你若无练就的时阵，你不练就你的心智，有可能你遇到困难你就退行啊。所以讲历练你的心智，互你会当愈来愈稳。遇到困难，你有法度人同款会当玲珑八面。毋是讲遇到代志了后火气，火气是免怎引导，家己都有困难免引导。但是这个因为路会呢，就是非常的辛苦。所以讲呢，伫民国29年，师尊跪求咱老母娘免掉这个路会啦。安尼实在会惨一个人，可能足有数啦，足辛苦的。所以讲呢，老母娘伫迄个时阵接受咱师尊的恳求，
免搁用这个芦花来锻造。所以讲呢，从此以天地为鼎炉，为这个鼎炉。所以讲呢，伫咱修行的过程难免有了参参的片叫咱后天的跳墙，所以讲呢，所以大家讲，我们不是说演讲，可言当明，实行当明，绝言不动，那么呢，精进立志，求必成，这个是讲，伫咱修行，伫迄个念的内底，真的让你感觉你要受不了了，但是你要受得了。咱各位姐妹，敢有碰到什么代志，你会心灰意冷，敢有碰到的？因为你的人生碰到一个瓶颈，那个瓶颈真的很瓶颈。你敢有行过？就是讲，有时候是晴时多云薄阵雨嘛，但是你有当时咧行过了的雨过天晴，敢有碰到这代志？有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爱了解。那么呢，实行当面，也就是讲，伫这个汤，打煮起来汤有足烧的，足烧啦，那么呢，赴汤蹈火，你嘛爱去接受，你嘛是爱接受。所以讲，伫修行学道，即摆呢，即摆就讲做啥物较方便啦，咱若讲咱的前辈者就好啦，莫讲诸佛菩萨啦，过去前辈者呢，素食拢无人食，足困难。你出去要去咧食足困难，若有一个白饭，就买一个面体，到尾搁无面体。有当时个白饭淋茶落，安尼用安尼食，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一定要坚持，无论当日什么意境呢，我们都要去，能够去接受，来锻炼自己的心智，那么呢，绝言不动，绝言不动就是讲，不当的，我们都不能再去做，无适当的，咱就绝对禁忌。就不能再去做了，所以讲呢，这咱一定要去注意。那么精进立志求必成，精进立志，立志的，我今仔去修行学道，我一定势在必成。为什么？因为人无就是个轮回族，伫世间就是艰苦嘛，所以讲呢，绝挂贪爱不留遗爱，割截贪爱不留遗爱。亲像咱老前人五大牺牲，牺牲这个牺牲财产前进，牺牲名利难堪，牺牲家族的这个亲情，牺牲性命不顾，牺牲功果不定。你毋通愈修愈爱物件诶，愈修愈爱物件，那就错了呢。咱爱因为菩提自信，本自清净嘛。因为每当个去执着在外在的形象的好跟坏，所以讲呢，禁忌就是全不然，禁忌啦，咱有当时过去的习性秉性，咱一定爱慢慢的来甲伊面拄掉，所以讲呢，咱伫这个过程，咱一定要坚持精心，那么呢是苦功夫，要下功夫。要下功夫，初期练，所以讲呢，这边练，其实本来就感觉讲比较辛苦，但是你要练就，对众生的知见变成了着这个佛的知见，众生的佛要甲变成是佛，咱无想讲我无佛呢，毋是互咱拜迄搭是有佛，咱就是佛，经过历练了后呢，我们也可以成就。那么呢，修炼金丹，那么这个金丹来讲起来，这个金丹的意思，也就是讲金，就是咧讲咱的本性先天无极的精油，有名是天金，修炼金丹，也就是讲为着金刚性，嘛是为咱的自信，丹就是以骨结合而成，以骨做应用，那么就是讲身体，那么这个身体是以心性来讲。以心性恢复了本有的形性，
你那种源头的光走走的自信哦。那么呢，以道家呢讲原性，在佛家呢讲佛性哦。那么呢，在儒家呢讲明德哦，讲明德。那这虽然不同的名称，但是所讲的拢总是咧讲咱的自信哦。那么呢，必修心练性哦，咱呢爱修心练性，咱老师呢会持训呢，甲咱讲修道修心，办道尽心哦。所以讲呢，心因为是天堂甲地狱的锁匙。你要进入天堂甲地狱呢，其实在你的一念之间，哦，一念之间，哦，他大夫前人就已经讲到足清楚啦。你的心会当上好，会当上歹；你的心会使好，嘛会使歹，是看你安怎去抉择。哦，当然呢，咱一定要选择好的，不可能呢，互咱的心对不好的事，哦，安尼呢就不好，哦。所以讲呢，伫佛家讲明心见性。儒家呢讲存心养性，而道家呢讲修心练性。大道修行不出心性两字啦。哦，他讲呢，我们心性很重要。哦，那么为什么无讲到心？咱拢讲诚心嘛。哦，其实为什么无？咱无讲修心？其实心会去做好甲歹，交你的心是毋是直接的关系？你的心是。你的心的主人就是心啦，心咧主宰你啦。你想讲我爱来度啦，这个心就去啊。但是今仔日咱想今仔回顾班我爱来今仔日恁倒来啊。那么咧，伫你起心念的时阵，指使着你的心去做好甲歹。所以咱修心甲修好势，这个心就拢做好的啦。好，所以讲你你的心体心达到圆满，你自性本来就光明的，就是恢复本来的光明哦。哦，他拄仔赛经理跟我讲，坐飞机吼，迄个飞机的下底，乌云的下底是咧落雨，顶管是一片光明哦。哦，咱的佛性呢，同款也是光明，只是咱被外在的一切贪嗔痴慢疑来覆盖。哦，那么当咱了解了后，修心练性了后，自然呢，这贪嗔痴慢疑，这个乌云就开去了后，我们的自信光明呢，自然就会恢复倒转来。好，那么呢，伫佛家来讲，哦，那么明心见性，哦，心模拟事物隐藏，哦，外在的事物等于讲现在你看得到的东西。哦，见你呀，其实它是一个假，它是一个假存在，它是一个短暂的。哦，伊是一个短暂的尔。哦，所以讲伊金刚经呢，甲你讲凡所有上皆是虚妄。哦，它是一个咱生到死的助缘尔。哦，当然咱袂当无见物件，但是嘛袂当过于执着，爱是甲我的一生拢为了打造这一些。哦，安尼呢，空度良辰，我们心性呢没办法恢复光明。哦，所以讲呢，事物稳重，心伫咱的内心稳重，伫咱的内心，因为咱介意外在。哦，但是这个心妄兼心情欲，那咱地道会愈来愈远。哦，所以讲呢，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就无有了着这个妄念甲情欲。那咱当然伫这个世间呢，别咱慢慢来病毒清除你心中的一切妄念以及情欲。那么呢，咱来经过常洗常洗刷爱经过不断的修炼啦。所以讲呢，有当时来咧听课嘛会有差啦，敢是安尼？有当时佛堂若无来迄个人心会愈来愈远。你若定定有咧学道理来佛堂迄个人心会较无去，佛心会较济咧。敢是安尼？敢有感觉？有啦所以讲呢，有当时人讲无感受道理一定袂使，无老师在甲你讲，咱爱散不离。所以讲呢，伫这所在呢常洗刷，咱会化解，那么雕纹散溢出。
了文山一村，自性功外焕发，自性的功能的地位倒转来，就亲像如照化日出。因为咱讲咧，迄疫情今仔咧拢是装伫即个酒海内底，咱经过了着渔业，伊会当形成了着即个即个热甲还是阴，交咱的自身共款，为虾米咱的自身会失去功能，就是受到外在的一切，因为咱唔知啦，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清，一直清，唔知讲这一直播一直播离咱本来面目就愈来愈远。咱即摆咧修行学道呢，道中就是一骹的体式桶，社会一骹的大油桶。伫即个大体式桶的内底，咱借着真理的启发，受着佛讲的普教，了后改变咱的心念，因为咱知影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的，啥物是因形，啥物是不必，啥物是短暂。咱知影了后，你调摄你的心。你有心就慢慢就出现出来，那你就可以练就你本来的自信法体那么跳出万尘垢，见性成佛所以讲呢世间呢也就是一个因应嘛所以讲肉体为我体，风行为家用所以讲呢，真正要到较生死，唯有干那一条路，就是修行就是修行尤其是咱即届搁有道人日那么呢，儒家呢尊心养性，性性尊尊道义之嘛那么就是讲，咱要安怎会当尊有了着咱的道心，就是讲咱的良心本性咱的良心本性，咱爱有法度来家己固守。如果有不足的，慢慢要安怎恢复了着咱的道量，恢复了着咱的道心。为什么会安尼？尊道心养本性，因为唯有你圆陀陀光灼灼来，你也要圆陀陀光灼灼的，才能归到你的本位。敢是安尼？因为你的本位是清净的嘛，敢是？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以内外，内外呢讲内德圆满，外德度化众生，利益众生。那么这就是成就道义之门，你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成之德也，也就是讲合类为之道也，过时促之宜也。所以讲呢，修行学道嘛，就是讲因时因地因人，时代不同，咱袂当搁用较早的修行方法。了解到？印度兄弟姊妹，敢会当搁用较早的方法？不懂当然呢，咱要安怎化人长短度众生？因为兄弟姊妹呢，伊必定爱什么物件，我们要怎么来度化他？把迄个门槛放较低啦。你跟他和迄个头牛不合乎嘛？敢是安尼？你为着要度化着伊你无安尼的时阵，你才有法度度袂这个。所以讲呢。伫迄个正和试验呢，因着为着少年的开辟一个祭舞啦，少年的听有嘛祭舞，咱就讲当中着爱愈精愈好啦。你这祭舞，安尼是毋是哦？这囡仔怎啊乱去？着向外去追求你为着要度着这少年囡仔，你无有一个诱因入来，然后你掌握的人。你要卖物件，你再从中的传递给他们，安尼你才有法度度，安尼是毋是才有法度度着伊？你若想讲袂使，这来遮安尼蹦蹦跳跳这来遮伤乱这毋通，袂使，这袂使这。那安尼这个阶层的人，你就度化不到他。而且正和试验也有诵经团为什么？因为伊要用这个方法。度这个赞助的人，入来遐后，互伊评理爱受到，安尼是毋是可以当度的这人？所以讲呢，爱因地因时因人，安尼呢，才有法度人真正去迎合时代的需要。那么呢，伫这个道家呢，来讲泰山崩以前而色不变，泥路兴以走而目不顺
这就是讲咱爱沉着应变。哦，那么呢，就是讲咱爱把握了解，咱的良心本性，不要被外在的一切声色而来引诱了我们。哦，而有所主宰在外在的一切声色，那安尼呢，你会离道会越来越远，因为外在的一切声色，它只是一个短暂一个瞬间而已。爱面对三灾就是有公风、毒火、五雷、讨厌咱的心性。因为迄物件呢，就是咱的气禀甲这个习性。咱经过了解公风、毒火、五雷，这你还有法度稳住你自己，就是咧讨厌你的心灵。就是头拄仔讲的，本来我做个生气，但是道理听了后，即摆较会打动啦，较袂遐紧生气啦，除非佫较大个啦。安尼敢有讨厌着你的心啊？有啦你有小可食着药啦，毋是食着迄个草药啊。伫泰国拢讲这草药啊，其实迄是草啊的药啦。你如果食较紧的就讲草药，我想讲要食死佫食草药啦。但是伫泰国就讲这草药，因拢用这草啊做药啊，讲这草药啦。所以讲呢无共那么呢，等咱讨厌了呢，我们就能够屹立不摇，天地快乐，本性不坏。安尼就真正成佛就有义。练处精改脱万改脱万业，定觉眼那么呢，爱练的一无所有爱练的一无所有一切无动于衷。六祖甲伊讲，无念念即静，有念念即邪。嘛就是而且甲咱讲的呢，咱就是爱安怎呢？咱会念咱做的好，我们不要去主做功德。毋通讲虽然是袂使有歹的念，但是嘛袂使有主做功德的一个念。你主做功德，你自身敢有清净？今仔我咧我咧度10个人，欢喜甲因仔倒咧咧困，因为即摆要度10个无简单嘛即摆度10个人定定咧想，该困的无困佫欢喜咧，欢喜讲我度10个咧，安尼拄困袂去咧，安尼嘛无中节咧，所以讲咧有无念念即静，多安尼求得了，甲伊恭喜了我们也不要执着在这一个功德相里面，安尼咧咱就法度狭情苦不用常驾白牛车嘛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好势嘛叫随讲。那么呢，再来就是讲亢龙有悔亢龙有悔，即亢就是至高那么呢，龙就是精卫。君位啦，若讲较早讲皇帝啦，还是总统啦，还是讲你是一个总经理，最高啦。但是伫咱的人生内底来讲起呢，当然皇帝一个尔，总统嘛一个尔。其实伊伫遮要讲的就是讲，伫咱的一生当中，有某个阶段，我们已经升华到，有可能你是头家啊，有可能你是公司的总经理当处长啊。有可能你是国家的官员啊，那么以你道中来讲起，你是人的因报师，为什么个人呢？虽然是因师但是伊道的人几十个咧，几百个咧，那伫这当中，伫100个当中是你的获选啦，伫迄个时阵你是前贤啦，敢是安尼？那么呢，这嘛就是你伫这个修道阶段的当中，你能够在那个阶段上，那么呢，你就是有成就，嘛会使讲是亢，也可以说是龙，那么处理这个时阵，若要讲咧，讲因宝师，你是组长领任，甚至是经理，都要注意。袂使因为我即摆是经理了后，我即摆来讲，恁这拢是我度的，我当生一个公德心起来。若无我度恁袂当来求道咧，敢是安尼？恁嘛袂参考，迄拢是我咧，敢会当安尼？那这样就会有亢龙有悔，
哦，所以讲诶，伫即个所在，甲咱讲吼，亢龙有悔，就是悔就是一个灾祸。因为伫你搁生一个讲歌心了，我定来甲你讨面前啦。之前你是我教的咧，你今日心口若毋是我，你无法度话伊讲，袂啦，之前不是或者拄着啦，比喻说啦吼，所以讲诶，伫即个所在，我今仔做总统啊，你看卖总统所有2300万人拢咧看伊咧，虽然伊作权足好啦。但是大家嘛在看伊呢，你的一点一行，人家是探得你清楚啊，哦，不想讲而已啦。敢是安尼，有较讲啦，所以讲即卖媒体所以讲的低高位爱戒骄，戒骄不知谦卑，盛极而衰，不变呢败亡之魁，所以讲起来呢，咱伫道场呢，是人的前贤，你是人的因公司，你是组长领任甚至经理呢，我们一定要小心。或是你现在是公司的老板，或是你是一个高阶，咱都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去戒骄，袂当因为我进步一出成就了后，我生出一个骄傲的心，那这样呢不行毋通亲像这个发达法师会用这个法华经呢，上3000步了后呢，人应该是讲爱屈就屈会行嘛。结果伊生一个讲高心，你甲看卖啊？我上过3000代的法华经呢，恁敢有法度？敢有？无啦唔对啊！我就生一个讲高心啦不能这样你上过人也哇，法达法师你是无简单上过3000步。无啦，这无啥，是毋是爱会当谦虚？为什么要安尼？你要成就你的佛，到有迄个分别控制咧？无啦所以讲呢，较保飞龙在天，保持飞鸿显素显宗，避免亢龙有悔。第一，咱爱将正确伫正确的问题角度呢，第一就是爱头脑清醒。因正确，咱的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毋通达到飞龙在天，化身是家己的本事。你要飞龙在天，你要做头家，你干那一个人，你敢做头家？袂啦无员工你还敢做头家？这间公司敢若有头家无员工，太成一间公司，你嘛袂当做董事长。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有诸事因缘，诸事因缘不是单一，而是有诸多的因缘而成就你，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有时代时势所造，机遇好，运气好，朋友帮。所以讲咱伫道场内底，敢若经理，就唔敢做一个，敢袂做一，对啦就是爱我们各位前贤大德同修共办，在共事之下呢，能够把它推动，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伫这个诸多的因缘当下，咱袂使达到飞龙在天的时阵，感觉讲这就是我搞，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所以讲呢，底下来讲，一个篱笆要有3个桩。一个好汉要有3个帮，敢是安尼？所以讲呢，要成就的当中呢，有真侪诸事因缘，我们不能认为这个就是完全我是的本事，不行啦，所以讲为头家足疼心劳呢，伊会讲我若无你，我嘛袂当做头家啦。所以讲有当时因的奖金甲薪水拢足好的，因为头家会当想的讲，我无这遮辛苦咧调我才能赚这钱，所以讲该互有的福利去较好的福利，他会给他买，因为他也是改变，虽然是讲咱的员工，但是把咱的头家啦，伊也伊的头家，伊也伊的头家啦，所以讲的伫遮得意同修，就是咧讲咱伫道场，道务的弘展，若无大家敢会，敢若一个经理啦，经理讲希望要道有风电大家拢安尼。悠哉天天星期天也无咧度人，也无咧风清，也无咧造就，这个道路不进则退，挺现实的。
一间公司若无业务出去卖产品，这间公司做袂起，敢是安尼？好，那当然呢，咱今日去渡人打帮助到，嘛是了自己的愿呐。好，那这个团体也是要归功于大家，所以归功于这个团队，咱要有健康，这种健康的看待成就。所以讲呢，不要自以为是所以讲呢，不至于眼睛望着功劳簿，成绩面前飘飘然。安尼规个经营我这间公司甲我咧经营甲有够好拄好，偌好个拄偌好啦，伊拢无去想看讲这当市长落去，去偌济人咧甲咱卖力，你知道吗？所以讲呢，因为家己了不起，得意耍威风，那这样不好。你公司呢，其实也曾经有遇过，但是或许唔捌得到。我讲伫公司30几单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讲呢，大家都非常的好，那么第二点，从提升自身素质的角度看，爱加强思想的修养，先于自我控制。你飞龙在天的时候，你也要自我控制。那么坚持理念要偏于稳重，戒骄戒色。戒骄戒色，尊重别人，善待他人。那么呢，你要安怎团结着这个众人，就是你厉害的地方。你若无尊重咱，无善待咱，就讲看这个有气，看迄个无气，你就有彼此的分别，你变来团结众人。感谢呢，所以咱就是爱让人即使朋友同修有不足，我们都能够包容接受，我们如何能够把它引导？那么你这说咱就发动团结众人，所以讲呢，从不自满，继续努力，是变化，应以内攻心，思想纯净，洋溢律己，宽裕待人。你若洋溢律己，宽裕待人，大家都能够接受。若是洋溢律人，宽裕待己，人家就会打问号。人嘛唔甲咱讲啦，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洋溢律己，自然人家会敬重你。因为你对大家做好啦，但是家己要求较重要，在言行当中都不断的都在质疑自己。有我们的同修大德，我们的朋友亲戚有不足，我们就包容他。那安尼你的人缘该如何？人缘好，你愈行愈宽，敢是安尼？所以讲嘅爱广结善缘，这是老师讲的，广结善缘，不要广结冤亲债主。那么坚决抗诱惑，节身自爱，富贵不淫那么呢，第三点，从追求高赞取人生应该的角度，爱有国家的情怀，有团队的意识，爱有兵临的心态。咱各位前贤，如果今日你是干部，你要知道我们道亲他的需要，唔茫呢这个手高眼低。手高眼低的话呢，你就得不到人心。所以讲，有当时咧开会用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也要征求到干部？他们的国家安尼干部，因为伊是最直接接触到基层兄弟姐妹的干部。你无予伊提供一个意见，咱底下去决定一些事情，有当时就会手低眼高。所以或许跟各位干部呢，或许说领任跟组长，以及人才，你们去想事情，或许来配合。慢讲拢是经理讲规划互恁去做，结果规划交基层那边做，就是会有落差嘛，那这样就不好那么呢，用甲伊讲，盖心互己所不懂，穷苦互己所不存，所莫深，伸手必被抓，万木睽睽难逃脱啦，就是讲咱虽然是徛足悬，你看会到足宽，相对下底敢有足侪人咧看咱，
如果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言行，人家都是了然于心所以讲的你这里说来，我们不要一手遮天。你一手遮天，在万物睽睽之下难逃脱。安尼就不好。九牛一毛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立感高音有记载，成就是有谦逊。你可愈加愈好，你可愈加愈好，把自我缩到最小，把爱放到最大。安尼呢，自然呢，你就会得了很多的人缘。如果若是家己放大足大，把爱缩到足小，那安尼呢，拜油车，拜油车，就是讲个车漆嘛，安尼伊好名好利嘛，那这样呢，就是一个不足。那么呢，再来讲，将飞龙在天甲亢龙有悔，伊的原因呢，而且呢，第一，失去自知之明，由成功到失败前提性的原因，自果必为，自怨必尤，自大必夸。胜利的时阵，认为是完美无缺，家己啦，我完美无缺，我完美无缺，就这么好，成就大，自公自傲，你若无过来，你无可能。今仔日这个班呐，干咱我甲会成，袂啦所以一个团体内底成就要归功于团队，要归功于团队。袂使讲成就呢，大个时阵自公自傲，名声高，目中无人，必定垮台。所以咱各位浅显，咱伫社会有可能你也是一个高阶的人不论是在公家或是在私人机构呢，这拢是咱一定要去注意的。唔是讲讲去到场了这是这个企业当中呢，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物极必反。第二，失去理智，自以为是，沾自喜，那么呢，骄傲自满，由成功到失败，心理原因，心理作祟。错就是讲自大一点，自大一点就是错。那么呢，伫成功了后呢，头脑花昏自我膨胀，自为本事大不得了，洋洋得意，傲视一切，谁也瞧不起。咱老弟想就讲，今仔日成就是大家来就不会这样啦。你若讲家己就看得这么优越啦那你就会也许就会这样啦你不要这样因为我们在修道低到无人处嘛，道是低到无人处嘛所以讲谁也瞧不起。那安尼了后，你就会成孤家寡人，丧失群众拥护的支持。因大家适量的嘛，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咱来好好做，好好做，用公心去做，那么呢，万交顺谦受益，替龙就是讲早晚警惕，不是早晚，而是从早到晚，26时钟你都要检测你自己。伫我的言行内底，是不是要改变的当然这呢，咱一定爱去注意的。那么呢，控制轻易妄动，渐渐平平。控制是控制家己，不是控制别人。你唔能想讲我飞龙在天，我甲你控制你讲当中，不是这样是控制自己。在哪个地方呢？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袂当随心所欲啦。想讲我若要巴你，我就甲你巴一个，就简单嘛，敢是安尼。你能巴咱袂对嘛？不是这样，是我们要控制，不轻举妄动，战战兢兢，你看战战兢兢。提醒人要夹紧尾巴做人，不可放松自我的约束。第三，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由成功到失败，以致自我毁灭品德。
甲行为原因，是非不清，融入颠倒，